大家好，歡迎嚟到技術課堂，我係 Ivan。咁第一次同大家見面，咁開始應該同大家傾啲咩呢？咁梗係同大家傾啲最基本而且係最重要嘅一個邏輯。好，咁我第一時間想問下大家，咁大家知唔知其實喺股市當中最根本嘅基礎係咩呢？我相信大家對於呢個答案應該係唔係唯一嘅，即係每個人可能都有每個人嘅答案。咁今日我想同大家講嘅係，如果從技術上面嚟睇，股市嘅本源，股市最根本嘅基礎就係成交量。點解咁講呢？我相信大家應該有聽過，其實股市咧，好多時候大家都聽過，股市係經濟嘅晴雨表。有好多時候大家都聽到呢句說話，但係喺一個點上面，我想同大家稍微修改一下。修改成咩呢？就係股市嘅本源啊，或者股市嘅根本，其實係成交量。咁成交量你點樣嚟睇呢？成交量嘅意思其實就係錢啊嘛。所以有一種講法，我簡單同大家講就係股市即係銀紙市，即係有銀紙，只要啲錢夠，咁股市就會有升幅。咁如果啲錢唔夠呢，咁股市嘅升幅就會好有限，甚至會下跌。所以今日同大家嚟第一堂課，同大家講嘅就係量能嘅秘密，即係股市嘅最根本係量能。咁最簡單嘅一樣嘢，依家我哋大家了解到點解近排恒指嘅表現會咁好呢？咁恒指嘅表現係由乜嘢時候變好嘅咧？我同大家睇下，恒指係從乜嘢時候開始變好嘅？有冇朋友話俾我聽？我哋睇翻呢個圖啊，睇翻呢個圖。咁恒指係由舊年嘅9月份開始，由底部迅速有咗一波好大嘅升幅，跟住咧有個2個月左右嘅橫盤，然後依家又繼續有升幅。咁呢一段嘅升幅點樣嚟解釋咧？咁呢一段嘅升幅就嚟到我今日要同大家分享嘅最緊要嘅一樣同大家分享嘅解秘就係成交量。點解係成交量？成交量即係錢。咁錢從邊度嚟呢？錢我哋亦都可以認為佢係一種流動性。咁流動性如果夠，咁股市就會表現得好。咁流動性如果唔夠呢，咁股市呢基本上大部分情況之下表現都唔會好。好，我哋依家進入呢個正題，股市嘅本源係成交量。咁喺睇成交量之前咧，就會同大家講下啦。咁有好多朋友咧，對於技術分析咧係非常之有興趣，因為大家覺得技術分析可以令我喺呢個市場當中咧可以增加準確率，所以技術分析係俾大家，尤其是由西方過嚟嘅觀念嘅話，好嘅理論譬如講道氏理論波浪理論呢啲理論過嚟咧，咁作為學習技術嚟講，係呢個世界上有好多人尤其是投資者對技術分析係非常之推崇嘅所以我睇翻技術嘅歷程，首先技術分析嘅最初嘅形態係乜嘢？最初嘅形態技術分析係 K 線。咁大家睇到啦， K 線係所有品種我要同大家講係所有嘅投資品種佢都係一樣咁樣顯示嘅，所以 K 線為之為最根本。好，咁既然係 K 線，我哋睇下 K 線係乜嘢。 K 線大家可能會覺得嘅 K 線嘅語言咧就好神秘，就好似啲古老嘅符號咁。大家知唔知道 K 線係最初係由邊度傳過嚟嘅咧？係日本嘅蠟燭圖。咁日本嘅蠟燭圖係點樣形成嘅咧？簡單介紹一下，佢係日本嘅米商為咗記錄價格而創造出嚟嘅一種記錄嘅方式。咁呢種方式咧，經過咗即係好多年之後咧，就成為咗全球所有資產嘅一種標價方式，依家成為一種主流。所以我哋睇到嘅所有嘅地方都係以 K 線示人嘅。好，咁K 線呢樣嘢咧，俾到大家嘅感受就，大家會覺得 K 線係好複雜嘅。但係其實 K 線係咪真係好複雜呢？我哋一陣嚟講 K 線咧，大家會覺得種類好多即係咁佢出現嘅時候，呢個時候出現或者
同樣嘅 K 線出現喺唔同嘅地方，你會發覺佢有時準，咁有陣時又唔準，係咪啊？大家有冇呢個問題？我相信大家都有呢個問題。好，第二咧，除咗 K 線之外，大家會睇翻指標。指標係指咩咧？譬如講均線，譬如講 MACD 啊，比如講啦，呢兩樣咧係大家最經常用得到嘅。咁呢種叫做指標啊。咁指標對於大家嚟講，係咪覺得會比 K 線會簡單啲啊？啊，比如好簡單嘅咁假如大家睇 MACD 啦，好多人都中意睇嘅。咁係咪金叉就睇多，死叉就睇空？係咪好簡單先？係好簡單，我話俾你聽。咁大家睇翻啦，所謂嘅 MACD 嘅金叉啊，俾大家睇翻放大。呢個係金叉，金叉就睇多喎。咁死叉就沽翻空咯喎。啊，金叉又睇多，咁死叉咧又沽翻空。咁係咪真係咁簡單咧？呢個問題，我相信有好多個朋友依家心裏邊嘅答案係，其實係唔係嘅。因為咧，我發覺實際你喺實踐嘅運用當中咧，你以為金叉會有好大一筆嘅行情，但事實上好少一個反彈就結束啦。而且咧，個金叉同死叉咧，佢係會鈍化嘅，會有滯後嘅表現，係咪？咁點樣破呢個局咧？啊，咁仲有啊，指標當中仲有好多，譬如黃金分割啊、江恩啊。仲有好多啲高級嘅玩法，你咁一開始感覺都好有效嘅喎，係真係嘅喎。但係最終你會發覺，其實係有陣時係即係啱啱好嘅啫，即係咁啱好俾你撞啱咁解。咁事實上係冇咁啱嘅，有啲隨機性。咁即係有好多朋友咧，啱啱入市嘅時候。由同 K 線到指標，咁佢會覺得其實都唔難嘅。你睇 K 線啊嘛，咁 K 線就得4個價。K 線係邊4個價錢啊？我哋睇翻啊，我哋睇翻 K 線就得4個價。比如就呢條 K 線啦，咁睇翻呢條 K 線，K 線得4個價錢，邊4個價咧？咁我哋睇翻啦，我哋就以呢條 K 線嚟睇下。咁呢個叫最高價，呢個叫最低價。開盤價、收盤價，咁理論上其實唔係理論上，實際上 K 線都係有4個價組成嘅，開盤、收盤、最高同埋最低。咁有陣時咧又會出現好極端嘅情況，比如呢種係屬於極端嘅情況，就最低價同開盤價係一個價，咁最高價咧又同收盤價咧係一個價，咁變翻2個價咯。但係事實上佢都係4個價。好，其實 K 線如果你話要好複雜，其實係咪真係好複雜呢？你會覺得唔係啊，得4個價位，咁即係就算係排列組合4個價位點排都應該唔係好多種可能啫。但係事實上你會發覺唔係咁嘅回事。點解呢？接落嚟我會同大家講。咁好啦，有好多朋友呢，當你有多年嘅經驗之後咧，你會有一種領悟，就係一切嘅技術係為咗乜嘢服務嘅咧？其實所有嘅分析技術都係為咗趨勢服務嘅。所以之前我同大家講過，喺 Ivan 睇市入邊非常之明確咁同大家講，順勢而為，唔好逆勢啊！咁順勢而為擁有最高嘅技術含量，我又係同大家講過嘅。好，咁依家翻嚟呢個，咁一切技術為咗趨勢嘅，係為咗趨勢而服務，所以趨勢為王。咁你玩嘅，咁其實大家經常睇到呢個盤面啊，你睇翻呢個股市，你玩嘅究竟係技術啦，定係玩嘅係人心啊？因為我想講俾大家聽，其實你嘅對手咧就唔係股市，唔係呢個市場，唔係死嘅呢條 K 線，唔係死嘅個技術指標，其實係人啊。咁有人嘅地方咧就會有江湖，咁有人為嘅地方咧就一定有痕跡。所以當你判斷好趨勢之後，最有效嘅方法就係睇成交量，因為我哋俗語話水過流行，硬過要流星，形態指標可以運作起身，可以呃你，但係
真金白銀堆出嚟嘅成交量係唔會呃人嘅。大家覺得啱唔啱呢？好，我哋繼續落嚟。咁啊，睇翻咁以前我哋知道打仗嘅時候，我唔知道大家對於戰爭呢樣嘢係點樣了解下。其實咧，我相信大家對三國嘅歷史咧係大家比較熟嘅，因為《三國演義》咧係屬於四大名著，所以咧大家都睇得多。咁入邊有好多嘅智慧。咁有好多時候你睇翻啊，曹操又好，劉備又好，孫權又好，有幾多10萬嘅大軍。譬如講赤壁之戰嘅時候，曹操話帶領80萬大軍。咁其實大家唔知大家點樣理解當時所謂嘅80萬大軍。咁一講出嚟呢個數字嘅時候，咁啊孫權嗰邊已經即係飆晒青嘛，嚇晒膽，嚇破膽噶啦。但係諸葛亮話俾佢聽，個80萬你唔使驚喎。點解唔使驚呢？個80萬你要知道，真正可以上場可以去拼殺嘅軍隊唔會超過20%。咁剩低落嚟嘅係乜嘢？80萬之眾，咁剩低落嚟其實有60幾萬係後勤嚟嘅。所以我想同大家講，以前啊打戰爭就叫打後勤，後勤非常之重要。咁你都冇糧草後勤，咁你打仗打個寂寞嘅喎。好簡單一樣。點解以前好多朋友唔係幾了解我哋以前嘅歷史，話點解我哋中原嘅政權唔去掃平北方呢？成日都要俾北方啲少數民族嚟騷擾呢？最緊要嘅一樣嘢就係後勤跟唔上，因為以前嘅運輸工具係比較落後嘅，效率又比較低。咁你如果騎馬嘅話，咁你好快噶嘛。但係你啲糧草嗰方面嘅節制，你係需要時間嘅，而且一旦俾人截斷，咁你就不戰而敗。所以我哋先同大家講下，以前當你要上場打場戰爭嘅時候，兵馬未行，糧草先喐。所以打仗係離唔開人嘅，但係人呢係離唔開糧食噶嘛，係咪？所以你要知道，當你要喺呢個市場拼殺嘅時候，首先要有糧草，冇糧草咁呢個市場你點可能贏得到人哋呢？所以由呢個角度可以睇翻，股價係人運作嘅，人呢就需要糧食，需要兵器嚟計劃嚟佈局，咁成交量就必然會存在。所以點解同大家講成交量係最緊要？成交量係相當於我哋以前或者依家，如果你要去打仗，咁你必須要嘅後勤補給。如果冇，咁你嘅軍心好快就亂啦，不戰而敗。無論你係幾精銳嘅部隊，一樣咁啊！大家都知啦，人以食為天。咁你飯都冇得食，你同我講，你仲有冇戰鬥力啊？係唔會有嘅。所以大家要知道，成交量喺股市當中就相當於我哋喺現實生活當中睇到嘅戰爭嘅時候嘅後勤補給。所以呢樣嘢有冇得假嘅咧？係冇得假噶。因為如果你一旦冇，咁啊得一個字嘅咋，係咪？得一個字。好，我哋睇翻下一個。我相信稍為有啲年紀嘅朋友應該對呢部電視劇係好熟悉嘅，《大時代》入邊有一段劇情。咁其實呢段劇情咧，有好多朋友其實對於呢個咧覺得就好似係即係非常之唔好嘅一種預兆嚟嘅。其實唔係嘅，我哋應該係要積極去睇每一件事情。咁入邊有一段劇情咧，其實係非常之深刻咁指出咗股票交易嘅本質。咁大家認為股票交易嘅本質係乜嘢？最基礎、最根本嘅本質。咁股票係咩咧？大家睇到佢第一個回答係股票係投機，啱唔啱咧？錯。第二個回答股票係咩咧？係賭博，啱唔啱咧？都係錯。咁第三次股票係乜嘢啊？係金錢嘅遊戲，再錯。好啦，咁我想問下大家，咁股票其實係咩咧？其實呢個答案我喺之前嘅介紹當中已經俾咗大家噶啦，唔知道大家心目中有冇呢個答案呢？好，咁其實股票係乜嘢？
股票其實係人嘅遊戲。咁股票佢本身係死嘅，佢唔會同你鬥嘅。你嘅對手係人，因為係人玩噶嘛，所以佢先會千變萬化。大家知道呢個世界上最難以捉摸嘅，喺地球上面最難捉摸嘅一種生物係乜嘢？大家知唔知？係人，因為人可以喺上一秒係呢個諗法，下一秒有另外一種嘅諗法，所以佢係千變萬化。所以其實喺股市當中，你嘅對手係人，而唔係你睇到嘅價格，你睇到嘅 K 線，或者你睇到嘅其他技術指標。人，因為係人同人嘅遊戲，所以呢個係智力嘅比拼。好簡單，咁成交量呢樣嘢可以反映得出喺人與人作為對手嘅時候，係呢部分人贏咗呢，定係嗰部分人贏咗？咁大家明白我所講嘅，有一部分人係做多嘅，係睇多嘅，咁另外一部分人呢係做空嘅，沽空嘅。咁呢兩部分人究竟邊個贏咗呢？成交量可以話俾你聽。所以成交量你睇佢，當你睇到個成交量嘅時候，你嘅第一反應係，今日如果個成交量比較大，而且又收咗一個陽線，咁你應該得出咩結論呢？咁反過嚟，如果今日嘅成交量係比較大，但係最終呢佢係收跌嘅，咁又係邊一部分人贏咗呢？大家應該知道啦。好，咁成交量嘅重要性唔淨止係反映得出究竟喺呢一日或者呢一段時間係由邊一方贏咗，最緊要嘅係只要有成交量嘅地方，佢就會有價格，就會有價格同佢相應。如果個量比較大，咁個價格可能會上升，亦可能會下跌。一定要記住，當成交量變大，唔一定係上升，有可能係下跌。另外一個點睇啦，如果冇成交量，咁大家估下股票嘅價格會唔會發生變化呢？答案係唔會，因為根本冇人推動呢個價格發生變化。咁如果我哋頭先所講，股票係人與人之間嘅遊戲，咁你又冇睇法，咁我又冇睇法，咁就相當於大家都冇睇法。最簡單啦，舉個例子啊，鬥地主大家都知啦。咁鬥地主，你唔攞地主，佢又唔攞，你又唔攞，咁咪流局咯。所以股票都係一樣嘅，如果冇量冇成交量，係唔會有價格嘅變動。咁成交量嘅變化就引起咗價格嘅變化，所以價格嘅變化又會形成趨勢嘅變化咯。所以你要知道最根本嘅係咩啊？先有交易量嘅變化，然後先至有價格嘅波動。有價格嘅波動之後，再會形成一種趨勢。呢個係遞進嘅關係。所以如果大家從成交量去捕捉主力嘅動向，咁大部分嘅時間你會係啱嘅。即係如果你用呢種方法去做呢，咁你多數時候都會係穩定嘅，多數時候都會有穩定嘅盈利。好，呢個就係成交量最重要嘅地方，亦都係成交量俾到大家最大嘅一個意義，就喺呢度啦。好，咁最後啦，我仲要同大家強調一下，咁呢一套課程落嚟咧，將會顛覆你過去好多錯嘅認知。就比如我同大家講，其實投資呢樣嘢啊，係有三觀嘅。咁大家都知道啦，做人咧就三觀，就叫世界觀、價值觀、人生觀。咁投資有冇三觀呢？係有嘅。以後同大家講講。咁第一堂課同大家講咩叫成交量，如何睇成交量。咁第二堂咧就會同大家講成交量分例，成交量係點分嘅咧？咁我哋呢個課程咧係由簡單到深入。所以呢個係需要有一個過程，咁我哋都會結合當中嘅盤面，俾到大家最貼近實戰嘅一種課程嘅訓練。所以請大家繼續關注我哋技術課堂，關注 Ivan。
多謝大家。